好弟兄姊妹平安，創世記研讀嘅45講。咁上次咧係停喺咧就係話咧係亞伯拉罕咧都係有失敗嘅，因為咧佢係講大話，有一次講大話啦，係認老婆做妹啦。咁但係咧係佢失敗，但係上帝咧係仍然有恩典啦，仍然咧係信實，就要咧係保守咧係佢同亞伯拉罕所立嘅約啦。咁我哋話 compare 亞伯拉罕咧同呢個嘅亞比米勒咧，即係有時發覺咧係外邦人咧係有時咧係比信徒咧係更加有道德嘅警覺嚇，即係信徒都唔及得咧係即係嗰啲非信徒嘅。咁嗱，個信息重點係乜嘢咧？信徒嘅生命見證咧真係好重要㗎。如果喺未信嘅朋友面前咧係失見證咧，其實係好影響上帝嘅名聲啊！咁我哋話亞伯拉罕點解又失敗嘅？又係恐懼咯。咁恐懼就叫佢失去咗呢個嘅見證嚇。咁我哋要反省一下，咁我哋有冇咧係恐懼咧？有冇咧係驚而驚咧係失去面子？驚咧係失敗？驚佢咧係失去咗一啲嘅係自己認為咧係好貴重嘅東西好多懼怕嘅其實嚇，但係聖經係好多次提醒我哋咧係唔好懼怕。其實咧喺基督耶穌裏咧係唔需要再懼怕，因為我哋有咗耶穌基督咧係乜都有噶啦嚇。咁同埋咧係其實上一次嘅經文都提醒我哋咧，真係要小心㗎即係名義上嘅信仰咧就唔等於咧係成熟嘅生命啊！今日好多人都話信神㗎啦，好多人都話係基督徒㗎啦，但係咧喺生活上邊咧係好多嘅失敗，所以我哋最緊要咧係追求咧係生命嘅成長更加嘅成熟。咁嗱，我哋有個嘅反省下，咁我哋係咪咧係有時咧係讓一啲嘅非信徒唔信嘅人咧係俾我哋咧係更加有好嘅品格更加誠實啦，更加正直咧？嗱，呢個係我哋要反思嘅，因為我哋嘅使命就係要咧係去見證上帝做光做鹽啊嘛。如果係生命見證係比非信徒咧係更加不如嘅時候，點樣做見證啊？OK 嗱，仲有咧係上帝咧係仍然咧係會咧係使用咧係唔完全嘅人係從經文睇到嘅嚇。嗱上帝要求亞比米勒，喂，你去揾咧係亞伯拉罕去祈禱啦，因為亞伯拉罕係先知嚟嘅。咁嗱，我哋話雖然亞伯拉罕又再次失敗，因為佢講大話啊嘛。但係咧上帝仍然咧係用亞伯拉罕，就叫佢咧係去為到咧係非信徒嚟到去代禱咁呢個嘅信息重點喺邊度咧？就係上帝嘅恩典係大過人嘅失敗。嗱，如果咧係上帝係同我哋斤斤計較咧，我哋嘅失敗嘅話咧，冇一個人咧係有資格咧係侍奉上帝。但係上帝嘅恩典夠用啊！係啊，我哋好多嘅軟弱，我哋好多嘅失敗，但係上帝嘅恩典夠啊！上帝係仍然係用我哋呢班咧係軟弱、時時跌倒嘅人啊！嗱，上帝係唔會因為人一次嘅跌倒咧，就放棄嗰個人㗎。彼得3次唔認主咧，上帝都耶穌都挽回佢係嘛？好多嘅譬如大衛犯奸淫，上帝仍然係去用佢係嘛？上帝唔會因為我哋一次嘅跌倒就放棄我哋㗎嚇。嗱屬上帝嘅人咧，就算失敗咧，仍然可以成為咧係別人嘅祝福。只要我哋係回轉即係悔改歸向上帝再一次嘅去依靠上帝，上帝係仍然係會用我哋嚇。OK 嗱，咁帶出一個好重要嘅屬靈真理，就係咧係上帝係使用係願意悔改嘅人。唔係咧，上帝唔係要用完美嘅人，因為世界上邊咧係冇完美嘅人，個個都係有軟弱，個個都係犯咗罪，個個都係虧缺咗上帝嘅榮耀嚇。咁嗱，所以我哋係睇完呢個20章啦嚇。咁其實咧係呢3章聖經咧都係好重要，19、20、21。我哋咧係19章就見到咧上帝公義嘅屬性，因為上帝審判咧係所多瑪。而咧係20章咧就係見到上帝嘅恩典，係上帝保守軟弱跌倒嘅呢個嘅亞伯拉罕。咁咧係21章咧，我就見到咧上帝嘅信實嘅屬性，就係咧上帝就按着佢嘅應許嚟到係去成就，就讓咧係以撒出世。咁呢個嘅亞伯拉罕嘅後裔成為大國咧，呢個嘅應許就逐步應驗啦嚇。咁所以我哋話咧係20章就好似一章咧係過渡嘅一章嘅經文，喺講到咧喺人嘅失敗嘅時候，上帝仍然守約，就為要咧係成就佢嘅應許，突出咧係上帝嘅恩典。恩典係好緊要噶嘛，係咪啊？成本聖經咧，我哋見到咧冇咗恩典咧，
咁我哋就死火啦，係咪 ？OK， 好，咁啊跳入咧係21章啦喎。嗱21章又係好重要㗎，21章係亞伯拉罕生平嘅重要嘅轉折點。核心主題信息係乜嘢咧？就係上帝係信實嘅，佢去成就佢嘅應許，就根據佢嘅 faithfulness， 佢嘅信實就去成就應許咯，就叫咩啊？就叫咧係即係亞伯拉罕真係得到一個嘅兒子。嗱，而家咁多章聖經咧，亞伯拉罕咧頭都赤埋，就係咩？就咁耐咧係都冇兒子啊嘛。咁上帝嘅應許，我成為大國，咁點樣嚟到去應驗咧？好21章咧就係啦，有仔生啦嚇。OK， 嗱咁同埋咧係21章亦都係講到另一樣嘢，好重要嘅嘢就係話上帝喺人嘅衝突同埋困難當中去施恩帶領人咧係去渡過呢啲咁嘅人際衝突啦，即係讓人見到上帝嘅憐憫啦，同埋帶領啊。21章我哋見到乜嘢衝突啊？衝突就係咧係以實瑪利咯，亞伯拉罕嘅兒子咯，大兒子其實就喺度咧係恥笑欺笑以撒，咁導致咧係撒拉咧就火都嚟埋啦，係咪？就要求咧亞伯拉罕唔該你趕走呢個嘅夏甲同埋以實瑪利啦。咁呢個直頭係家庭分裂啦，家庭糾紛啦。咁其實係好大件事㗎喎，係咪？OK， 咁嗰個嘅整個過程嘅經過係點咧？咁就係咧就係亞伯拉罕咧就係獲得耶和華所應許嘅以撒應許之子啊嘛。咁跟住咧就好開心，好快樂啦。咁應該咧係全家人都應該開心快樂啊嘛，因為上帝嘅應許咧逐步應驗啦喎，又得到一個嘅應許之子，係咪啊？嗱，聖經點講啊？話耶和華按着先前的話眷顧撒拉，便照他所說的給撒拉成就。嗱，耶和華就做咗兩件事，都係根據咩？根據咧係佢同亞伯拉罕所立嘅約啦，做咗兩件事。第一件事就話佢眷顧撒拉。嗱，眷顧基本嘅意思係關注。嗱，有兩種唔同嘅關注嚇，積極同埋正面嘅關注。另一種關注係消極同埋負面嘅關注。嗱，眷顧咧有時候咧同咧係紀念咧係平排嘅 parallel 嘅，即係紀念咧有好多時候咧係同咧約係有關係嘅。嗱，而家話耶和華眷顧撒拉，咁就叫人咧係想起耶和華紀念挪亞啦喎，係咪？同佢咧係立約啦喎，同埋咧佢係紀念佢同亞伯拉罕、以撒同埋雅各所立嘅約。即係紀念係好多時候同約咧係連埋一齊嘅喎。嗱，英文聖經咧好多時候係將咧呢度嘅眷顧咧係譯做咧係探訪 visit 咁即係作者咧就曾經咧用呢個嘅詞即係眷顧或者係探訪，就表明咧係耶和華向亞伯拉罕、羅得顯現探訪佢哋。嗱，今次咧耶和華所探訪嘅係邊個啊？係撒拉。嗱，咁亦都係回應咩啊？18章10節記唔記得耶和華點樣應許話到明年這個時候，我必要回到你這裏來，你的妻子撒拉就必生一個兒子。咁係18章嗰度應許噶嘛？耶和華嚟到 visit 探佢嘅時候咧，佢哋就有仔生啊嘛。而家耶和華果然咧就翻到咧係亞伯拉罕嗰度就探訪撒拉喎。咁即係話咩啊？咁嗰個應許咪應驗咯，係咪有仔生咯，係咪？OK， 嗱，咁第二件嘅事情咧，又話做咗啲咩？就係咧，佢給咧係撒拉成就真係得到一個嘅兒子，眷顧完之後，紀念完同亞伯拉罕所立嘅約之後，就真係 actually 咧就讓咧係撒拉咧係有仔生啦。咁跟住咧就皆大歡喜啦。第二節話咧係以撒真係出世啦。當亞伯拉罕年老的時候，撒拉懷了孕，到上帝所說的日期，就給亞伯拉罕生了一個兒子。嗱，其中我哋咧係睇到3個嘅重點。第一個重點係證明咗咧係耶和華豈有難成嘅事，即係話咧係上帝乜都得噶啦。係亞伯拉罕你年老啦，成100歲啦，係嘛？撒拉你90歲啦，應該冇仔生噶啦，咁但係咧耶和華叫你生仔，你就有得生咯。耶和華係無難成的事嘅。嗱，第二個重點係咩咧？就係按照上帝所定嘅時間，唔係我哋所期望嘅時間，唔係我哋所 plan 嘅計劃嘅時間，而係咩？係上帝所定嘅時間。嗱，呢個係好緊要㗎。即係無論我哋做侍奉又好，我哋喺度祈禱又好，
都唔係我哋嘅時間，係上帝嘅時間。第三個重點係咩？係年老嘅時候，即係咧指乜嘢咧？就係當咧係亞伯拉罕咧係無可指望嘅時候，即係都應該咧係冇噶啦，唔可能嘅 impossible 係嘛？生仔係 mission impossible 係嘛？即係呢個話，當到亞伯拉罕無可指望嘅時候咧，其實係咩？其實係新約聖經咧，係羅馬書咧都咁講噶嚇，4章18、19啊，咁就講啦，係亞伯拉罕喺無可指望的時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作多國之父，正如先前所說，你的後裔將要如此，係嘛？新約就話佢都係冇仔生嘅係嘛？但係佢有信心，所以咧就唔同晒啦。咁第19節就話亞伯拉罕將近100歲的時候，雖然想到自己的身體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經斷絕，他的信心還是不軟弱，係嘛 ？OK， 咁所以咧係有信心，即係話咩？係人係做唔到噶啦，但係個信心係咩意思啊？係依靠萬軍嘅耶和華，咁咪得咯？因為上帝係無難成的事啊嘛，咁所以咧係撒拉就真係生咗一個嘅仔嚇。但係我哋話咧，點解可以生到㗎？你90歲啦，係嘛？咁我哋只能夠話咧，就話係呢個係上帝復活嘅大能啊，係上帝生命嘅大能啊，喺人睇嚟已經死㗎啦。即係100歲嘅人嚇，90歲嘅女人係咪即係如果從生產嘅角度嚟睇嘅時候咧，就已經死㗎啦。即係嗰啲機嗰啲嘅 organ 全部唔 work 㗎啦，唔得㗎啦，係嘛？即係唔可能再有生命嘅延續，冇可能。但係喺上帝嘅手裏邊，上帝係仍然能夠得㗎。即喺神裏邊咧，係凡事都能噶，唔可能係 mission impossible，因為有上帝係嘛，因為神就係用生命嘅大能嚟到係做工噶嘛，就好似咧係拉撒路埋喺墳墓當中，就已經係咩4日啦，即係應該係咩已經係臭晒啦，成個身體係嘛爛晒啦，但係感謝上帝，上帝嘅話係咁樣講嘅，佢話我就係復活，我就係生命，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哇！呢啲咁嘅經文咪精彩啦，係嘛？所以我哋要感謝讚美上帝係嘛？佢係復活嗱，所以你碰到咧係就上帝，你就碰到復活佢係生命，所以咧你接觸到上帝，你就係享用咗生命。就而家咧係撒拉就接觸到呢個賜生命嘅主，就所以咧係如同已死嘅身體90歲嘅人都能夠係生仔嗱。雖然喺前邊幾章啦，即係撒拉咧，佢係心中暗笑啊！佢點講啊？像我這樣的人，即係90歲啦，嗰啲嘅器官咧係唔可能有得生噶啦，點可能仲有孩子咧？暗笑荒謬話上帝你咁樣應許係咪搞笑啲啊？但係到咗21章咧，佢就真係咧。呢次真係笑啦，唔係暗笑啦。以前係暗笑，係咧係存着懷疑嘅去笑。而家係明笑啊！而家係咩？開心快樂嘅笑啊！以前嘅暗笑係唔相信嘅笑，而家係明嘅笑，係帶着感恩帶着歡呼帶着咧就 amazing， 哇！咁奇妙嘅，點解上帝你真係得嘅？咁嚟到係去享用上帝恩典嘅笑啊！嗱即係其實真係好精彩係嘛？大團圓結局有仔生咁所以咧係作為咧係以撒父親嘅亞伯拉罕咧，佢又有啲乜嘢回應咧？第3節，亞伯拉罕給撒拉所生嘅兒子起名叫以撒，以撒係上帝叫佢改嘅名嚟噶嘛？以撒生下嚟第8日，亞伯拉罕就照着上帝所吩咐的，給以撒行了割禮。改名同埋行割禮做咗2樣嘢嚇 ，OK， 咁點解第8日係去行割禮咧？因為主耶穌咧喺第7日嘅第1日復活即係所以咧係第8日係象徵咩？象徵復活嘅生命。咁割禮象徵乜嘢咧？象徵信徒將自己嘅肉體置於死地啊嘛，係成為聖潔啦嘛，係咩？係咧係要咧係咩？係
憑着靠着復活主嘅生命嚟到活啊嘛，去討上帝喜悅啊嘛，咁所以有屬靈嘅意思㗎嚇。OK， 咁啊第5節咧就講啦，他兒子以撒生的時候，亞伯拉罕100歲，咁啊再 emphasize 亞伯拉罕100歲，即係話咧根本就唔可能有得生，所以咧佢有得生嘅完全嘅原因就係上帝嘅奇蹟嚇，奇妙嘅作為嚇，咁所以咧係作者專家提醒我哋嚇，如果唔係有上帝咧，唔可能咧係有呢件事咧嚟到係去發生嘅嚇。OK， 嗱咁咧就第二方面我哋見到咧就係呢個係回應咗亞伯拉罕以前咧係提出嘅質疑，佢質疑乜嘢？17章記唔記得啊？佢話：喂，我係100歲嘅人，仲能唔能夠生孩子啊？上帝會唔會有少少荒謬啊？但係而家係咩？事實證明得啊，即係人唔得，即係上帝得啊！而家係咩？活生生嘅一個嘅應許之子以撒係出世啦嘛，生下嚟啦嘛，咁啊跟住咧你唔覺得咧係趴喺度咧係感恩咧即係讚美上帝咧係都幾難係咪啊？真係好奇妙係咪 ？OK， 咁啊跟住咧就亞伯拉罕就為到咧係即係以撒咧就做咗2件事啊嘛，就給他起名叫以撒。嗱呢個名字咧係按上帝嘅吩咐而起嘅，係紀念上帝嘅約，因為呢個係咩啊？上帝同亞伯拉罕所立嘅約，而咧係應許賜俾佢嘅應許之子，所以佢就按照上帝嘅吩咐咧，就同佢改名叫做咧係以撒啦。嗱以撒咧係唔似咧佢爸爸亞伯拉罕同埋咧佢嘅仔雅各。佢哋點啊？雅各同埋亞伯拉罕咧都會改一個嘅新嘅名字啊！亞伯蘭變為亞伯拉罕，雅各要變為以色列。點解以撒唔使改名嘅？因為以撒呢個名係邊個改㗎？係上帝改㗎嘛！上帝改嘅名使乜改再改啊？係咪啊 ？OK 嗱以撒咧係原本嘅意思係他笑，可以指咧係咩啊？亞伯拉罕嘅笑啦，即係以撒係令到佢父親咧係從心裏邊咧係笑出嚟咁亦都咧係令到咧聽見佢出生嘅人咧係笑，即係話乜上帝咁奇妙嘅咁樣係嘛 ？OK 咁亦都咧係亦都係指咧以撒自己笑，同埋咧係上帝笑，即係總括嚟講咧係以撒呢個名字嘅意思係向上帝願上帝向呢個嬰兒微笑，即係話咧願上帝去施恩俾以撒，即係咁解。所以我哋一路睇嘅時候，咪以撒係好多恩典嘅係嘛 ？OK 嗱以撒一名咧，亦都係咩？叫人咧係想起乜嘢咧？就係撒拉之前嘅苦笑暗笑喜笑係嘛？嗰個嘅喜笑嚇，以前就唔信嘅笑，而家係咩？而家係真真正正嘅笑嚇。點解咧係以撒係個名叫做笑咧？因為咧係以撒其實係預表耶穌基督而亦都係預表救恩。嗱咁所以咧係因為個救恩係令到咧係世界上邊咧好多人即係從心裏邊咧係笑出嚟嘅。我哋話咧係笑係因為帶出救恩、帶出盼望，係指向耶穌。嗱，其實咧係以撒喺舊約當中咧係常常被視為預表耶穌基督嘅人物嚟㗎。尤其咧喺22章咧亞伯拉罕咧係獻以撒呢件嘅事件當中咧，真係咧係好類似咧係上帝將耶穌基督嚟到係去即係犧牲喺十字架上邊嚟到係救贖我哋㗎嚇。OK 嗱。雖然我哋話咧，以撒係唔係完全等同於基督，冇一個人咧可以完全等同耶穌基督嚇，但係咧係以撒嘅生平咧，真係有好多嘅地方咧係預先咧係描繪咗耶穌基督救贖嘅工作嚇。咁before 睇24章之前咧，同大家咧係溫一溫先嚇。以撒點樣咧係似耶穌基督咧？嗱，首先咧係獨生愛子。嗱，以撒係亞伯拉罕即係所得到嘅應許之子，亦都係亞伯拉罕所深愛嘅獨生兒子。上帝對亞伯拉罕說：你帶着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嘅兒子，你所愛嘅以撒，係咪啊？即係獨生又係上帝又係父親所愛嘅，就係預表嘛？預表咧係天父差遣佢所愛嘅獨生兒子耶穌基督嚟到呢個嘅世界上邊嚇。耶穌係上帝所愛嘅獨生兒子啊嘛，咁係好似啦。以撒咪喺呢方面好似耶穌咯。耶穌係咩？係神愛世人甚至將他
的獨生兒子賜給他們嗰一位就係獨生兒子啦。OK， 咁第二次咧就係神蹟嘅去出世。嗱，以撒出生嘅時候咧，亞伯拉罕100歲，撒拉係90歲，呢個係冇可能，因為咧係父母都過咗生育年齡，佢嘅出生係咩？係上帝超自然嘅應許嘅成就。嗱，而耶穌基督係由咩啊？由童貞女瑪利亞所感孕而誕生噶嘛，都係咩神蹟性嘅降生噶嘛。咁呢方面又似啦。咁第三方面似咧就係佢係甘心順服係父親嘅。創世記22章咧係記載咧係以撒當時係咩？應該係咩？應該係一個嘅即係年青力壯嘅青年嚟噶啦喎，15、16歲嘅最少係嘛？佢係有完全嘅能力去反抗年老嘅爸爸。如果要亞伯拉罕要綁以撒啦，如果係以撒唔聽嘅話咧，佢根本綁佢唔到嘅係嘛 ？OK， 但係咧係以撒係完全冇掙扎，佢係甘心被捆綁放喺祭壇上邊。咁耶穌咧，耶穌都係咁嘅喎。耶穌點樣講？係話天上嘅父親啊，不要成就我嘅意思，只要你成就你嘅意思，係嘛？按我嘅心意就將苦杯拿去啦。但係咧係千祈唔好按你嘅意思，我係甘心順服嘅。咁呢個就係耶穌基督啦。嗱，呢方面又似啦喎，係嘛 ？OK 咁第四方面似咧就係背負獻祭嘅木柴啦。咁以撒係背着燔祭嘅柴就行上呢個摩利亞山啊嘛。而咧耶穌基督係背負十字架呢個木頭咧就前往各個他山啊嘛。喺呢方面又似啦。大家都係背着咧要獻祭嘅木頭啦。咁第五方面似咧就係喺同一個地區咧係獻祭。嗱，摩利亞地咧之後咧係成為咗咧係耶路撒冷所在地啊嘛。即係我哋新日見到耶穌亦都係咩？喺耶路撒冷附近咧係被釘十字架。咁呢度又似啦。第六方面似咧就係死而復活嘅預表啦。希伯來書咁樣講噶，佢話亞伯拉罕以為上帝還能叫人從死裏復活，他也彷彿從死中得回他的兒子以撒來。咁呢個係希伯來書講噶嘛。嗱，雖然咧係以撒咧係冇真正被殺啦，但係咧喺亞伯拉罕嘅心裏邊係其實咧係已經係將以撒獻上噶啦。佢哋行咗3日路程第3日去到呢個嘅達摩利亞山，咁已經即係嗰時已經係以為咧死緊噶嘛。呢個嘅以撒係咪諗住一定係會獻祭噶嘛？係嘛？所以咧係亞伯拉罕係咩？係經歷個兒子咧係死而復得。嗱，而耶穌基督係真正死咗，第3日咧係從死裏復活嚇，咁所以咧係大家咧係都係好類似嘅嚇，所以 OK， 所以我哋就話咧係以撒就係咧係預表咗耶穌基督。嗱，咁仲有一樣子就係代替嘅祭物嚇。嗱，以撒咧係冇死嘅，就神預備咗一隻嘅公羊就代替咗以撒。嗱，呢隻公羊咧其實係咩？係預表耶穌基督係要成為代罪嘅羔羊。所以係有一個唔同嘅地方係乜嘢咧？就係以撒係需要被代替，要有一隻公羊代替佢，而耶穌咧就係嗰位咩？代替人嘅祭物。因為新約咧係約翰福音咧係1章29節好清楚講啦，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嘅。耶穌基督就係嗰一位咧係世人期待嗰個嘅彌賽亞嗰個嘅救世主。如果你去睇新約嘅時候咧，其實咧係好多咧係屬靈偉人咧都喺度等緊呢個嘅彌賽亞嘅降臨。譬如咧係路加福音嘅2章25節啦，講啦，喺耶路撒冷有一個人名叫西面，這人又公義又虔誠，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來到，又有聖靈在他身上，係咪啊？26節，他得了聖靈嘅啟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見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聖靈的感動，進入聖殿，正遇見耶穌的父母，抱着孩子進來，要照律法的規矩辦理。西面就用手接過他來，稱頌神說：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話，釋放僕人安然去世。因為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你的救恩，所以咧係西面就係去代表緊咧係好多咧係期待緊彌賽亞來臨嘅嗰啲嘅即係信心偉人嚇。咁而家話我見到彌賽亞來臨啦，見到耶穌基督啦，見到受膏者啦，我而家係安然去世啦，因為咧係上帝你嘅救恩係會咧係成就啦。OK， 好。
咁啊，跟住咧係我哋睇咧係第二件咧係亞伯拉罕咧為以撒做嘅，就係為佢行割禮嚇。嗱，以撒係人類歷史上面第一個咧喺8日大嘅時候咧就行割禮嘅嬰孩嚇，咁啊表明咧佢係亞伯拉罕嘅承繼人。嗱，呢啲行動係表現咩？係亞伯拉罕嘅完全順服。上帝要佢咧係獻以撒，佢又獻以撒。上帝吩咐佢咧就為佢改名叫以撒，佢又為佢改名以撒。上帝叫佢咧係為對以撒行割禮，第8日行割禮，佢就第8日行割禮。所以咧係亞伯拉罕最精彩嘅地方係乜嘢咧？佢就係順服上帝嘅吩咐嚇。OK， 咁啊媽媽呢個嘅撒萊咧係又點樣去回應即係以撒嘅出生啊？咁啊第6節，撒拉說：神使我喜笑啊！凡聽見的必與我一同喜笑。又說：誰能預先對亞伯拉罕說，撒拉要乳養嬰孩呢？因為在他年老的時候，我給他生了一個嘅兒子。哇，幾開心啊！話我為老公咧生咗個應許之子喎。咁啊，撒拉嘅反應係咩呢？就係歡笑，即係從心裏邊咧係笑出嚟嘅，係歡欣嘅喜笑，係一個感恩嘅喜笑。係啊，真係多謝上帝啦嚇！喺我90歲仲有得生嚇。OK 嗱。佢承認咧可以咁樣嚟到去歡笑咧，完全係上帝奇妙嘅作為。撒拉係相信咧係其他人都會因佢嘅經歷同佢一齊嘅係充滿着喜樂，一齊嘅歡笑。佢喺呢節咧係所講嘅説話係解釋咩啊？以撒呢個名嘅一個嘅意思。嗱，咁我哋見到啦，父母扮演緊唔同角色話嚇。亞伯拉罕作為父親咧，就為到咧係兒子起名。咁撒拉咧就係角色係咩啊？就解釋咧係兒子以撒呢個名字嘅意思，就係喜笑。嗱，仲有咧係撒拉就覺得咧呢件事嘅發生係不可思議㗎。第7節嚇，即係完全係神蹟奇事嚟㗎嚇。咁但係咧喺呢個嘅喜笑嘅背後咧，又會殺出另一樣嘢，就係咩？就係咧喺之後嘅8節至到21節咧，我哋見到咧係因為以撒嘅出世，竟然間係會釀成家庭嘅悲劇。樂極生悲咩？點解有悲劇嘅產生啊？個原因係乜嘢？係嗰2個嘅兄弟嚇，以實瑪利同埋以撒咧喺度咧係玩，喺度嬉笑。咁嗱，其實咧係8至21呢一段同咧係之前嗰一段1至7節咧，其實係我哋話係彼此回應。點解咧？因為咧兩段都同咧係以撒有關，以撒就係主角。嗱，以撒呢個名咧係出現咗咧係6次，同埋佢嘅名有關嘅動詞笑咧就出現咗咧係3次，即係以撒係主角。嗱，兩段都唔提到咧係以實瑪利呢個名，係暗示咧佢唔係咧係被揀選嘅後代。即係話咧係呢段經文就解釋咧就話，其實同我哋講咧就話上帝揀選亞伯拉罕嘅真正嘅後代，呢個係好重要嘅一個嘅信息嚇。OK， 但係咧以實瑪利咧係唔係上帝所揀選嘅後代，但係咧佢6次係被稱為咩？被稱為咧係童子。咁同佢嘅名相關嘅動詞聽係亦都咧同樣咧係出現咗3次嚇，暗示咧係上帝係亦都會向以實瑪利嚟到係施恩。嗱，咁上一段記載咧係以撒嘅出世咧，本段咧就係咩啊？就係記述咧係以實瑪利嘅被逐嚇。咁呢一段嘅開始係提到咧係以撒漸漸去長大，結束嘅時候咧就以咧係咩？係以實瑪利咧係漸長咧係首尾相迎。咁其實都係帶出咧係上帝嘅恩典。嗱，咁所以我哋睇21章啦，我哋 feel 到呢有2個唔同嘅氣氛嘅。一個氣氛咧就係咧係因為以撒嘅出世咧就係全部啲人咧都係好開心好快樂。但下一半段咧就話咧係就出現咗一個嘅家庭悲劇，就係咧係以實瑪利係被逐出家門。點嗱呢個其實都係好現實㗎，即係我哋喺呢個嘅世界生活啦，即係喺我哋好多時候咧，我哋係歡欣嘅背後，突然之間就產生嗰種嘅悲劇。嗱，其實都係俾我哋一個提醒，就話咧，無論喺歡笑嘅時候，當然係上帝嗰種嘅恩典嗰個帶領嗰個嘅神蹟啦。但係咧係喺嗰個嘅好似咧係歡欣嘅時候，突然間殺出一啲嘅唔開心嘅事情，一啲嘅悲劇嘅時候，我哋唔好忘記
上帝嘅手仍然喺度。嗱，呢個係作者想話俾我哋聽，即係無論乜嘢環境，係順境係逆境，上帝嘅手都喺我哋嘅生命當中。嗱，呢個係我哋要記住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屬靈真理嚇。因為時間關係咧，我就係停喺呢度嚇，咁啊下次咧就繼續。